今日帶我啲女企業家食我嘅私房菜。今日擺攤整咗非遺嘅飄七線啊，送俾你哋。你中意綠色呢個係俾你嘅。哎呀，多謝你啊，池老跟師。住呢個無事小神仙最啱你，Maggie。Thank you 啊，好靚啊！我知道你哋中意食嘢啦，跟住我喺屋企抄兩本書咧，送俾你哋。哇我覺得係好適合你哋兩個咯， ，OK，因為多謝你哋邀請我嚟食呢個，跟住一個係我代你烤收啊哦，好啊，多一個係謝你。沙拉。哇！ ，Vicky 辛苦晒啊！係客氣。呢個咧就係薯蓉青菜湯嘅傳統嘅做法。想了解下咧，其實點解你會從事美容呢個行業嘅？美容係我本身一直喜歡嘅行業啦，其中一個啦。因為逢美嘅嘢我都中意，美食啦，呢個私房菜啦，美容啦。中意你啲又健康啦，跟住又多唔同顏色，原來唔同顏色咧係嗰個抗氧化咧係好犀利㗎。你平時係咪日日煮飯㗎？以前係，而家而家冇時間煮，好耐冇煮過飯。咁今日距離你上一次煮咗幾耐？耐都唔耐嘅，2日前啫。我不嬲而家煮2日開好簡單，係啲即係真係好 basic。可能煮個意粉啊，有肉有菜就一餐啦，係。咁你係咪一個碗人食啊？咁樣你咁唔係，我就唔食嘅通常。嚇？通常我就算真係好肚餓啦，咪就真係食少，跟住再加個水果咯。哇！自律嘅女人真係好自律咯〜